這整個外面都是他們負責的這樣子。這個稍微不像，因為好，太好了。来，吐槽一下。以前我们挖的话哈，像这种图应該是在這邊的。今天會就是邀請大家來這裡的片場巡禮，是我們拍了一部片叫《都市開機組》，覺得因為很難得，可能台灣的拍連續劇的歷史中，也或許只有這一次可以重現。有像嗎？有啊，洞裡面的壓力是一樣的，然後慢慢剪到完就這邊就是跟我們的大氣壓力一樣的。裡面最常聊什麼？就閒話家常。閒話家常。你嗰啲係咪上我同橋嚟？再綁鐵線上去，然後就是噴漿作業，就先一層噴一層漿，然後再綁一個鐵鋼筋，然後再噴一層鐵絲這樣。OK， 來，開手啦！然後一個將近40度、40幾度的高溫啊，現在都工作啊，沒辦法。然後說我是年輕的，不知道說啊，朋友裡面人家缺人啊，你來做了，為了要養家糊口啊，就做了這樣。然後他這個只是看外面的，他拍攝的時候。說真的，這是一個等於勞力的工作了。沒錯，他工資相對是相對於外面來講的話是比較高，但是怎麼講？後來才知道是我們白老鼠是第一次從事這個壓制風化工程。佢講我的朋友甲伊無關係，老師講你敢住那個？你敢搭？一個敢搭，一個住那邊沒辦法。你呢？你敢不敢搭？你沒做過。所以我覺得發生這個植災是遲早的，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命中注定。這個植災風險力，營造業本來就很高。那我如果重新再做選擇，我希不希望發生那個植災走到現在？說真的，如果你問我了，我覺得我是不太想了。是這一張 ，OK。可是我正因為我在捷運的這個工地發生了植災之後，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來幫我，然後他把我從一個受害的勞工協助我來去變成是一個助人工作者。我們因為這個工程而造成了這麼多人的受傷，而我們讓這個社會上去注意這件事情，而是工人由下而上的力量而去改變了這個社會。我覺得我的驕傲是這個。